全港首屆行業模範之星評選活動2次遴選已經順利結束。評選活動將會選出行業模範、傑出、優秀之星。評審團成員對參賽者嘅素質表示滿意，認為佢哋唔單止經驗熬業，仲對行業嘅未來有自己獨到嘅見解。喺9月20日嘅第2次遴選中，評審團對最終20強參選者進行咗面試。希望咧，我哋嘅選出嚟嘅呢啲行業模範咧，最終能夠咧喺呢個行業當中咧，嚟到彰顯嗰個模範嘅精神，咁啊帶動咧業界個發展，推動咧香港嘅整體發展嘅。我哋咧係鼓勵大家喺自己嘅崗位工作做得精益求精，咁我哋一定咧可以有啲好嘅模範俾大家咧各位工友咧去學習。每一個參加者咧都有佢獨特嘅故事。我哋嘅打工仔，無論係從事邊一個行業咧，只要係有拼勁，持續進修，做好自己，有好好嘅服務態度咧，一樣咧係可以好有成就嘅。優秀嘅員工啦，咁佢哋喺各自嘅崗位，除咗都係表現好突出之外咧，亦都係積極投身到佢哋自己行業嗰個發展。佢哋呢種精神咧係非常值得嘉許嘅。但係睇到佢哋喺行業裏邊咧，都係獨當一面嘅。我哋能夠俾到嘅獎始終都係有限。我覺得呢個選舉咧係非常之好嘅，希望能夠咧不斷地舉行落去。我希望就係用我哋個準則啊，同埋我哋個好好嘅評判咧，係俾咗一個反映到一個佢哋價值。咁我期盼行業模範之星呢個選舉能夠繼續延續落去，等所有嘅勞動者嘅專業同埋佢哋嘅價值得到體驗。喺早前初選中，評審委員會認真研讀參選者遞交嘅資料，並通過面試評估佢哋對自身行業嘅認識。今日咧都見到好多位唔同行業嘅朋友嘅，去講解佢哋嘅工作。咁佢哋對工作嘅熱誠、行業未來嘅方向等各個方面，我好榮幸知道咗好多唔同嘅行業，原來係咁樣嘅操作。份參選者對自己嘅行業咧都好認同同埋好忠誠咧，我覺得今日參選嘅人咧，佢哋呢方面嘅思維咧非常正面嘅，值得欣賞。參選者希望評選活動能夠改變香港人工字不出頭嘅觀念，展現出喺各行各業入面，亦都能夠成為精英嘅可能性。呢個唔單止讓工人有榮譽感同埋成就感，亦都讓市民明白每個行業都喺度為香港嘅發展做出貢獻，證明我哋做嘅工作係得到認同咯。咁所以都好多謝大會，亦都多謝我嘅上司嘅支持。都有好多位好專業嘅評審啊，同埋都係社會各界嘅知名嘅人士啦。咁我亦都非常高興咧，可以有呢個機會同佢哋做翻一個交流，講翻自己咧做翻呢行嘅專業嘅嗰個知識咯。有啲驚喜啦，我會繼續學習，繼續努力嘅。參選者對入選感到非常榮幸，佢哋嚟自各行各業，對自己嘅工作充滿認同，認為呢一次評選活動能夠讓外界加深對行業嘅了解，有助於職業推廣。咁我希望我喺呢個行業裏邊咧，都可以引領住我呢啲同業一齊去進步。評審嘅問題就亦都令到我獲益良多啦，知道咗自己而家嘅不足啦，同時亦都令到我更加堅定咁樣繼續做自己嘅事業、自己嘅行業咯。我希望咧可以令到更多人咧認識我嘅行業，亦都認同我哋作為呢個從業員嘅努力。全港首屆行業模範之星評選活動匯聚咗勞資政三方嘅核心力量，喺特區政府嘅全力支持下，工聯會同各大集團工會同埋商會積極合作，共同舉辦呢一評選活動。參選結果將通過電話同埋報紙刊登嘅形式通知獲獎者，並將喺稍後舉行頒獎禮，敬請大家密切留意。